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嗨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猜灯谜。哦，啊，对，今天元宵节要猜灯谜。好，那么马上我们的第一题，然后我们要猜一个地名，请问一生无恙，猜一个地名。一生无恙。对，永康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一生无恙，那就一生平安啊，那就永康了吧。好讨厌哦，太快了。那我是不是再来不能猜啊？先让你们3题啊。哦，我再来拿最后一题，这样我就赢了。哇，现在是这样。哇啊！那我已经有1碗汤圆了，对不对？好美啊！你只有1颗。哦，所以答对一题是1颗哦。对，我还以为可以吃1碗，好吧？没有。那好，那下一题。好，那现在品席得1分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题。接下来我们第2题一样是猜地名，请问警察出巡猜个地名是哪里？给你们猜啊。台南的吗？对，在台南。你也猜。你已经有答案了吗？上化。不是。西营啊。不是。你不可以瞎猜啊！你现在是要把台南地名都猜完吗？那我就把台南地名念一遍就好。麻豆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有安这个字。保安。对，答对了，知情得到1颗汤圆。就有猜那么多地名，没有一个。那么接着我们第3题，第3题是要猜一个古人的名字。猜古人啊？对，然后题目是笼中鸟，猜一个古人的名字。笼中鸟。笼中鸟这个很好猜，这个我已经有答案了。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，我还有他的某个关羽哦。对，答对了。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好，那么奕琛也得到1分。再来是第4题，一样也是猜一个古人，然后这题的题目是降落伞。为什么没有人有反应？谁啊？买酒。降落伞。买酒。不是一个古人。张飞吗？答对了。哦，好讨厌哦！我要禁止你发言好了。接下来为我们的第5题，第5题你们要猜一句成语，然后我会讲一段话，然后你们要猜出其中的成语意思是什么。然后这题的题目是一个男人光屁股坐在石头上。不冰吗？不冷吗？什么地方冷？冷。对，哪个地不是冷？它的哪边冷？屁。尾啊，他的尾呢？不是。光着屁股坐在石头上。有一点类似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需要给你们提示吗？给一点提示好了。最后一个字是石头的石，对。然后跟刚刚知情讲的蛋有点类似，有点相关。饥不择食啊？不是。对，是以卵击石。对，光着屁股嘛，对。然后接下来这一题是奕琛的，对了。第6题一样是要猜成语，然后这题的题目是2根香肠2瓶酒。成语。2根香肠2瓶酒。对。平常会用到吗？会。它没有很难，蛮简单的。哎，你得分了吗？肝肠寸断吗？不是，是简单一点的。给你猜了。我
300年都猜不出来。还是提示？有没有提示？这个成语是叠字组成的。常常长长长久久。对，答对了，这样要算谁答对啊？好啦，要不然各1分呢？各1分好。对啊。那我们华宪终于破蛋了，终于可以吃汤圆了。然后再来是最后一题喽，再来是最后一题了。然后这一题会比较难，所以会有加2分的机会。然后我们就选出最后胜利的人。好。然后这一题呢，我们要猜一个日常常见的品牌。然后题目是星星有多重？星巴克。太快了啦！哦，很讨厌呢。好的。这样，逸轩现在是3分吗？哇，你直接被逆转胜哎！哇，嚣张不起来了吧？啊，不是啊，但是我都知道啊，我没有讲而已啊，我是想让你们赢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对，那希望大家元宵节可以吃到很多汤圆，元宵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哈哈，哈哈哈。哈哈。